迎收睇財經即時睇，我係一子明。全人行對銀行作窗口指導，要求將4月貸款壓縮至月初計劃嘅70%。分析話同銀行業5月實施營改增有關，為免市場資金抽緊，銀行1個月之內第3次以 MLF 投放資金。涂俊文報導。為免樓市泡沫失控，全人行出手做窗口指導。財新網引述消息話，人行要求銀行將今個月嘅新增信貸規模壓縮到原定計劃嘅70%，主要係擔心整體債務過高，同埋希望控制投機活動。有分析擔心貸款急剎車可能會令到資金抽緊，唔排除令前方再現。最近的房價和這個通脹預期上升得比較快。可能央行有一些採取一些比較所謂的預防性的一些舉措，來對市場預期進行管理吧。你既然放出去了，你不能說得太快，說得太快一下子會導致像2013年錢荒那樣的一種感覺的一個現象。真的出現錢荒，也不是央行希望看到的，所以我覺得最後可能還是會被迫的稍微放鬆一點。內地都有分析話，壓縮貸款可能同銀行業5月起實施營改增有關。個別銀行為咗避稅，將買入反售金融資產轉到去轉貼現項下，為免信貸統計虛增，銀行都冇辦法判別銀行係咪避稅，所以一刀切壓縮信貸。提防市場資金抽緊，人行隨即以中期借貸便利 MLF 向18間金融機構投放2670億元嘅流動性，係今個月以嚟第3次，合共投放7150億元。雖然市場對中央承擔國企違約呼聲好高，但係礙於內地債務負擔升到警戒水平，可以做嘅空間有限。英國金融時報統計，3月底境內外債務總額創163萬億元人民幣新高，相當於25萬億美元，佔 GDP 嘅237%，都高過新興市場平均嘅175%， 8年間升咗近90個百分點。高盛策略師哈繼明就形容，一個債務急增嘅國家只係有2個可能性，就係出現金融危機或者經濟增長面臨長期放緩。有線電視記者涂俊文報道。